但是目前的生育补助第一梯只发6000块，不只是6都上街，伫全台湾嘛是排尾仔名。对此，在地议员伫总日顺拢曾经向市长黄伟哲建言，希望提高补助甲育儿津贴，互民众愿意加生，减少国家危机。对此，议员蔡耀辉上午嘛正式伫民政委员会提案，特别伫中央已经提高补助，在地议员嘛支持但是加码。要安怎互咱台南市会当有特别的所在？另外，我伫咧顶一个会期我嘛有提出吼。咱伫咧第4胎、第5胎的时阵，你较要变成比较高额的奖金哦，也希望民政局长这个带回去讨论。第4胎、第5胎，不是每个人，或者是刚好像我们沈家栋议员吼，当安尼来高生育率，他连第1胎都不愿意生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应该把后边来平均往前挪，让大家先优先生第1胎吼？这个局长要带回去再好好研究一下，是不是他的经济上没办法负担？这个经济上没有办法负担，不是只有生的那一年，而是后续的教育的部分，甚至住宅居住的部分。所以这个真的是从长考量。当然，很显然的，大家可能想说，哦，真的是有要去鼓励那个，为了什么特定的原因要去鼓励这个生产，哦，但是我真的觉得这种政策还是要考量到它的有效性，它的效率在什么地方。我感觉是来，讲起咱单期今年讲嘛一直在减嘛吼。那是不是人家安尼讲咱单期差伤济，迄有一个表吼，我带咱单期来讲吼。啊，当然咱是建议尔啦吼。咱希望市长嘛是法微调一下。虽然生育补助毋是法定预算，不过民政局甲社会局拢表示会参考议会甲各界意见来建议，以减轻父母负担，提升国家竞争力。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